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怎么叫我又来了？我来看我女朋友有毛病吗？你女朋友在哪儿啊？这，什么意思？我昨天不跟你表白，你不说不晚吗？我又没同意。哎，你想玩赖是不是啊？没有啊。那什么意思？哪有人表白只动嘴的？不应该重新说话开始吗？啊，你看女孩都喜欢花儿啊。那这回呢？我喜欢你，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什么？行不行？不，回答了。哎，不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你等会儿。你傻呀？这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懂？那上了高中吗？这不好吗？不好吧？那算了。哎，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走吧。